喺懷孕嘅期間，荷爾蒙鬆弛激素嘅釋放，令到媽媽骨盆擴大咗。產後呢個骨盆嘅擴大就非常之嘅困擾。我哋教一啲嘅運動幫助媽媽去到骨盆修復。第一組嘅運動係透過你個呼吸幫助我哋個骨盆嘅閉合。雙手放喺我哋個骨盆兩邊，吸氣呼氣，用你嘅雙手推盆骨嘅髖骨向中間方向，幫助骨盆修復。第二組嘅運動係一個橋式脊椎往上推起，去到你上邊一個斜線，吸啖氣，呼氣，準備會落嚟，胸椎慢慢一節一節降落，直到你個盆骨擺低咗。後一個嘅動作伸展嘅，將你右腳先放喺下邊，你個膝頭哥會對正個骨盆嘅正中間，將你左腳貼喺上邊，上下膝頭哥我哋會對補佢一條直線嘅。如果個屁股咧離開咗嗰個瑜伽墊嘅話，你就可能要坐高少少，令到我哋個臀部感覺重，亦都旋轉我哋上邊個大腿，保持我哋坐直伸展。